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了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头家，哎，张大，哦，你这久无来呢，是毋是甲以前共款？两碗大的汤面，佮加卤呢？啊，对，孙爽，佮切一碗小菜。好，来你坐，来你坐。爸，我来。也会记你这个头家，较早就伫咱兜出来迄个巷仔口摆摊，感觉吼，敢若也是昨的代志。以前秀官阿姨若是无闲甲无时间煮饭，你就会带阮几个囡仔来遮食面。你来啊！啊，好，多谢。两位导用。好，多谢。来，吃啊。好，爸嘛食。气味一点仔都无变，甲几十年前同款啊。对啊。我知影，你因为我互美芳离去公司，所以无欢喜。也毋过我做任何决定，拢是有我的理由。爸，老实讲，对阿姨要离咱兜开始，我就一直真歹接受。也毋过为着你，为着厝内和谐，我愿意调整家己。毕竟厝是会用关门讲话所在。也毋过公司无共款，公司是一个大的组织，是需要讲原则、讲规矩的。这段时间吼，你甲明芳嘛斗阵过啊，伊嘛毋是一个毋捌规矩的人，真侪代志拢当好好讲，敢毋是？即马只有咱爸仔囝，我就直接讲，明芳阿姨，伊无伫大公司上班的经验，伊做代志嘛袂去考虑别人的感受。还有最近，公司一直在传，伊想要做总经理的代志。别人黑白讲，你就信咯？咱是一家人呢，有啥物代志随时拢当摕出来讲啊，莫互别人影响啊。你大学毕业都来兴华上班。我甲公司顶下下所有的物件，一项一项教你。我安尼做是为了什么？都是希望有一天你会当继承家业，因为你是我的后生。啊，那明芳呢？伊是我的太太。我娶某，毋是为了娶一个总经理。我会回做董事长助理，只是单纯希望伊有代志会当无闲尔。爸，我知影你的用心。我只是烦恼，明芳阿姨无一定是安尼想。明芳伫过户进前，嘛有家己的事业。伊即马只是希望伫工作当中找到淡薄成就感尔。你莫管别人安怎看安怎想，自身副业这个道理我也是了解。你嘛应该知影才对啊。
莫因为别人凊彩讲两句啊，就拍歹咱爸仔囝的感情啊！好，莫讲这啦。今日咱爸仔囝喊你做伙食饭，来啉一杯啊！啊，头家，哎，米露2罐。多谢爸。平常时拢啉红酒，今日啉米露，感觉特别爽快，透心凉。来来，食啦！好，因为小菜真好食哦，加食过。袂歹啊！足久无去啊。有莲啊，你倒来啊？阿嬷，哎，好啊。你啉酒啊？啊，拄则甲友莲吼去一间老面店，哇，啊，实在是真久无食到迄个气味啊，真欢喜，所以就加啉寡。你讲迄间老面店是毋是以前在咱巷仔口迄间面摊？嘿啦，都迄间啦。哎哟，迄间我会记的啦。迄个时阵哦，秀官因内底无闲工场的代志吼，无时间通倒来煮饭吼，我拢嘛带囡仔去遐食面。即马讲到迄间面摊，喙烂吼，叫要流出来。妈，啊？我有淡薄忝啊，哎。我先去休困。啊，去休困，我有话甲幼莲讲啦。哦，去啦。幼莲啊，阿嬷甲你讲吼，你安尼就对啊啦，对无？爸仔囝吼，哪有啥物过暝熟啦？两个人意见袂合时阵哦，你就招恁老爸哦去啉酒啊，啉的吼，你甲心内的话拢讲出来，恁爸嘛甲心内的话拢讲出来，讲出来就无代志啊嘛。系啊，大家拢咧无闲，有时间会当甲爸坐落来啉一杯，嘛真无简单。那个对啦，你今日转来嘛少晚呢？你暗时敢搁要去回民兜啊？哦，我暗时会困出来啦。真实的哦。好，对啦，咱家己有厝已大，咱就去住人兜。你房间的床单吼，阿妈拢甲你换好啊，非常清气咯，哈。再换吼，紧去休困啊。阿妈，你嘛较早休困。晚安。晚。防晒乳、好爽，防蚊液一个帮糖的油啊。拢咋？要果是去露营啊，一定足热的。安尼规身躯一直伫流汗，连体一定足臭的。咋胖最好啊？喂，交回。喂，明仔载7点去食料。7点，这么早？差不多啊，开车过去，民家串的大埔旁就东到。好啊，安尼开我的车去，安尼我阁会当伫咧车顶美一下。莫啦，你敢知影露营有足多物件爱知？开我的车嘛会当知啊，而且开你台旧车一直跳，安尼我落是要安怎困？好啦，较输要开你的车去，安尼你6点就要过来啊？因为明天搬旧车需要时间，你安尼甲爬起来，也是需要我甲你模拟考。唔免，我爬起来无问题啦。我看我是5点半就较互你好啊。会记你，穿较轻松嘞，是露营，毋是设计，无需要打扮，听无？我知影，我无遐尼戆，你较早困的啦。等嘞。爱记你莫喷芳水，了后任何有芳味的物件拢莫炸，因为芳或者是糖闻到芳味，有可能会过来足危险的。拜托诶，虽然我是头一届去露营，也毋过这款底是我还是有诶，好无？你今仔日真啰嗦呢。啰嗦，我只是拄好想到啥物就提起你，好无？好啊，较早困，明仔再见，拜拜。明仔再见，拜拜。喷水，拜拜。上重要的物件袂记得查。哇！你炒这么济
济物件是要搬厝哦？幸亏后到，物件遮尔济，敢放会落？所以我才讲开我车去你就无爱，有一寡物件搁要放后座。哎，你早去你创啥？你早遮尔济物件就会使，我早一卡你就袂用了。用的是用的，只是无方便，无需要的物件就莫炸。我替你换地啊。袂用的，这内底拢是我最重要的物件。哦，安尼，好，真重要的，请你放迄边 ，OK？啊，电脑咧？为什么要炸电脑？我炸来较保险嘛。好，互你炸，只是我无法度保证线顶有信号。好啊，来搬物件。哪会怪袂去啊？你嘛较细力咧。好，就车，紧点，行啦。哇，今日早顿足青草的啊！哦，还没有人转来，我都加准备一寡。有人爱食豆乳呢，冰箱的豆乳家提出来。妈，哈，迄豆乳前几工都已经食完啊。食拄好。无我即摆来去买啦。好啊。我随着。妈，咱哪食啦？哎呀，足久啊！咱规家伙啊，无做伙食早顿啊。阿妈、爸，熬炒。有人啊？今仔日毋是放假啊？你袂倒出来休困哦？我有一个银行副总要介绍互慧敏熟悉，阮约好做伙拍球。安尼啊，安尼先来食早顿啊，哈？毋免啦，我甲慧敏已经讲好要做伙去食饭啊。无啦，厝内就拢传好势啊，人面好，佮加传2项菜呢。即摆佮走去买豆乳要互你食呢。不要紧啦，人要食就食，唔食就莫食。有人啊，爸，是嘞，麻烦你替我甲明芳阿姨说多谢。阿妈，我先来走。哎呀，昨昏才转来尔，困一暗嘛，着搁要出去呀，连早顿都不爱食，即嘛是当作这是饭店嘛。我都还未答应因结婚呢，伊即马规头壳拢是慧敏，不管是拢甲慧敏囥伫头一位，袂输咱毋是伊厝内人呢。你搁敢讲？恁两个爸仔囝会有冤家，也毋是完全是因为慧敏的关系啊。你何明芳去公司上班，嘛爱负一点仔责任。你明明就知影讲有人不爱互明芳去公司管东管西，你就叫伊莫去就好啊。安尼就啥物代志拢无啊嘛。我都已经互明芳做助理啊，这款代志哪会当安尼清清彩彩化解就解啦？哪会袂当啊？你是头家呢。明芳想要找一个代志来斗做，这嘛无啥物无虎啊。无甲大家拢无欢喜是倒位好啦。我转来。有人出去啊，咱3个人食就好。好。妈，你要食豆乳看卖无？伤咸嘛，我歪食啦。我要食。起来啊，咱到啊。到位啊。山顶的空气足好诶。小怀，交换嗨，你总算到啊？对啊。还问日子？替我帮物件。好。我来。好，跟我一起。跟我这真重哦。就当无当呢。好。啊够。哎呀，真麻烦你啊。好 ，OK。交换，遮尔济物件，搬几间才搬会完哦？也得敢无人斗3工。无啊，这毋是饭店，而且路用着是家己搬才好耍。哦，你搬轻的，我搬重的，你行起来就会看到伊。哦。
安尼，我搬我家己的行李好。哦，无怪交还叫我莫扎一卡，一声好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拢无信号，安尼公司的人要找我是要安怎？这有好，有。就利用。好，坐下。你带挂行李来露营啊？哎，交换，你是不是骗恁女朋友要去大饭店啊？无啊，交还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倒送啊。好好好好。我不是叫你提轻一就好。我已经知影家己照顾的。行啦，这是要创啥啊？这是等下要销谢了毁。，你伫遮等我一下，哦，等我一下。好。这里。这里休困一下，我去倒送啊。哦，小快，应该使救起来。来，我好来，好我来。等下偌少？小等，我这边先冲过。顶下伫遮。坐下。好。哦，就来，拢是我就想要洗身躯。安尼都挡袂牢，过来创啥？等下，等下。伫遮。我来到三工。大部分对你来讲是困难啊，我来用就好。哦，哎，文琪姐，你之前敢有露营过？这敢我是你头一摆露营？对啊，这是我头一摆露营。阿伯，你看迄个价敢够定好啊？哦，好，多谢。虽然我是头一摆露营，也毋过恁教我就会晓啊。这个世界上无会晓的代志，对无？这是放伫上顶面的对无？哦，对，顶面。我会晓，我会晓。是嘞是嘞，你有要紧无？是嘞是嘞，歹势。你要紧无？啊，无紧无紧。这其实是最后才要用的，先放边仔好。哦。无，我甲你顶停啊。哦。我甲你，你看，就安尼，甲边仔固定伫遮，然后豆豆甲伊卡入去，哦。固定好就好。这简单，我会晓你。试看觅。好。哎，是你。安怎？安怎？伊卡着手啊，有要紧无？文琪姐，你有安怎无？也是，你敢要去边仔休困一下？我看这对无经验的人来讲有淡薄危险。无你先去坐你休困，我用好才甲你讲。我无代志，恁无闲，我去附近行行好。莫惊伤远，煞你无信号，我惊你会惊唔知路。我知影，我袂是叫我袂走。恁无闲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期待有一天要慢慢走回家，两个一起在屋檐下。莫惊伤远，煞你无信号，我惊你会惊唔知路。我知影，我袂是叫我袂走。恁无闲。你老实讲，我感觉伊看起来根本无甲伊露营。阮其实无露营的经验，也毋过伊真想要试看觅。去阿妈呢？我看伊真勉强。迄是因为伊昨想我下班，今日搁收早起来。恁大家，安尼对阮女朋友好无？今日我生日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替我较食照顾伊。家己的女朋友家己顾。哎，
莫插伊啦，伊是约袂着你才安尼讲啦。好啊，金勇啊。就垃圾的，迄根本就毋是便所，肥猪就是足老的，敢若长长一条狗，我会家己吸水来冲尿冲屎，根本就冲袂清气啊！规间便所拢是迄个味，安尼啊话，我即马敢若想到就是要吐。袂遐尼衰，应该袂遐尼衰吼。饭店。足凉的，总算转来文明世界啊！有信号呢，欣欣靠有我。喂，欣欣，你找我？我甲店面司机图寄互艾伦啊，另外阿飘讲过2工会当互咱码头遴选。我只是想讲甲你报告一下，无啥物代志。你去露营感觉好耍无？哎哟，你讲的迄个恐怖变数，互我拄着的，真是足恐怖的。而且规个营区拢无信号，阁足热的。刚才我伫咧附近找到一间饭店，我即马就是伫咧饭店的大厅靠你的。啊，总监，你敢要规去甲恁朋友讲改住饭店就好啊？袂用的，我即马是要安怎开嘴？好啦，无代志，我只是想要念几句尔。若是有啥物紧急的代志，你着留话互我，我才找机会看手机啊。好，袂甲你讲啊，我要去借便所。好，安尼总监，你要保重哦。拜拜。迄个毋是交往过的女朋友？你哪位饭店行出来？哎，莫管啦，咱先甲秘鲁载转去。这酱甲肉是我新配方要用的，你等下替我试食。哦，有你伫上好啊，食饭都毋免烦恼。对好。滚倒来啊！转来啊！你转来啊！哦，秘鲁，来来。我来，我替你摕。好，来，我来。烘肉配冰蜜露，真正是世界第一享受呢。真是嘞。哦。哇，一定足爽。姜哥，今两个敢要切啊？好。等下，文琪也要转来。恁拄则落去，敢有看到文琪？有啊，阮咧附近的饭店有看到伊。饭店。交换，恁女朋友是毋是挡袂牢，想要走去大饭店啊？应该毋是啦，应该是去借 WiFi， 因为伊工课真无闲，有时阵放假搁爱处理公事。既然遮无闲，啥做过要来啊？因为今仔日我生日，伊当然爱陪我过啊，而且伊嘛讲想要熟悉恁大家。伊这种大总监，嘛会想要甲阮做朋友哦？迄是因为恁无了解伊，所以对伊有偏见。伊真正是我熟悉上特别啦。好啊啦，莫在我面头前恶落恁女朋友。伊真是足好的，好无？文琪。
你走去倒位啊？找足久诶。我就伫咧附近踅踅，然后无说你踏着落关门，无甲规身躯拢是。你无代志吼？有安怎无？无代志，我已经去附近的便所洗清气啊。哦，无代志就好。安尼行啦。因人咧？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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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！多谢。哎，唔通怪阮哦，无你过29的，所以阮替你准备30岁蜡烛。交环，你已经30岁啊，变做中年人啊！中年人。交环阿姐30岁就叫做中年人，安尼我算啥？文琪姐，是咧，我毋是讲你老啦。咱紧来分蜡烛啦。完，头一完吗？头一个愿望，大家拢变做国际model，去消袂完。第二个愿望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。第三个愿望，去心内。去心内。OK， 分蜡烛啊！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生日快乐！多谢。先讲哦，今年甲咱一个生日礼物，因为是阮大家做伙买一包要送你。哇，真赞呢！我真介意的。交环，生日快乐！多谢。这啥？你拍开看卖啊！哇塞！我之前经过总表秀，一支要10几万吼。真假？果然是姐姐出手足大方啊！你送这，敢会伤贵重啊？这是我送你的头一个生日礼物，当然还较贵重的啊！来，这么款呢？有介意无？不过这10几万呢，等文琪姐生日的时阵，交还就开啊！这也无简单。当我生日的时阵，交还就替家己办一个酒酒，然后家己送互我就好。哎，交还，你莫收到名牌手表就去嫌买礼物。对啊。对啊。当然袂啊，这是恁的心意。我该多谢恁替我过生日。多谢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咱来啉酒啦。来，啉酒。一人一罐。咁拢有。安尼咱就开始啊！伊手有礼物，有大家礼物，安尼无啥好啦。咱去 KB 耍水好无？拜吧。好，耍水紧来，赶物件看遮，看遮。行。行。赶走去。go，耍水呜！安怎？去洗水会要甲规身躯拢澹落落，我无介意。日头遮尔大，衫真紧就干。敢会用莫去？好啦，安尼我伫遮陪你。那安尼啊？恁先去啦，我落来陪伊。哎呦，做回来啦！行啦，强哥。行啦，你若无爱耍水，也得 KB 看阮耍啊！行啦，行啦。无你赶紧去好啊！我伫遮讲物件。你确定？你一个人无问题？无问题，去，去算，去，较紧来啦！我去算哦。爱说你哦。行。这一个搞要煮啊？什么煮法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既然因搁咧无闲，咱先干杯，干杯！文琪姐，我水果切好啊，放互因食。好，安尼我搬麻烦了。好，无问题，你去。多谢文琪姐。
好会教练，莫名其妙再来做女工洗碗，我到底在创啥？食水果，来，我摕摕。水果呢？多谢，多谢，多谢 Kiki 姐。多谢 Kiki 来姐。，后来甲我斗相共。你食这是啊？啊，好食呢。我给你吃过。干杯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多谢多谢多谢。刷落来，咱敢要来耍？也是生桌游，好，了，先加白，了，我出这，出这是，安尼我出这，哇！交韩国足厉害，大概算这拢是高手。运气好啦，哪有？娃娃，红色，我就欠红色。交还，安怎是？你敢免过来一个？交还换你啊！红色好，等我一下了。这，好，这安尼，冲啊！无白啊！哇，交还真厉害！我嘛想这啊。交换，我你啊。你听我算者，安怎？星星奈无甲我讲啊，早有医药啊啦！安怎？我腹肚足疼的，暗时食的汉堡敢若无清气。免啊的，阮食拢无代志啊。我陪你去便所。袂啦，这个便所足垃圾的，甲我拍死我嘛袂去。要毋过你腹肚疼啊？啊是，你载我去附近的饭店借便所。就疼拜托，你拢听甲安尼啊？遮就有便所，为什么要去饭店？我就无法度用这个便所啊！文琪，出来露营就是安尼，有一寡设备就是会较落淡薄。你啉下一个好无？我袂啉奶。你有闲伫遮讲这，是安怎袂带去找饭店啊？奇怪呢，你今日一直讲饭店饭店，讲正经的，你是毋是想要去住饭店？因讲今日在饭店看到你，因搁讲我啥物歹话啊？敢讲我就袂当去饭店借 WiFi 借便所是？我腹肚拢疼到安尼，你搁讲恁食了无代志？天气遮尔热，恁准备的肉拢袂歹去哦。还是你感觉我伫讲白菜，超工洗身体？我哪有安尼讲？你要载我去无？若无我家去。但文琪，你莫闹好无？这里，啥物啦？文琪，但文琪，你创啥？安怎啦？恁冤家啊？无代志，伊身体无爽快，我去看伊。嗯，文琪，文琪，文琪，你等咧。我挡袂牢啊！为着你，我陈文琪做我这世人绝对袂做的代志，搁爱互你误会。好，你莫遮尔激动，假使你真是无爽快，我即马开车载你去饭店。唔免啊！你唔免遐尼勉强，你着留伫遮，甲恁朋友好好耍。迄陈文琪。来啉酒。你要拍牌无？算了啦，哎，
只是冤家尔，转去甲伊会室咧，人伊欢喜就无代志啊。嘉恒哥，以后还是莫带出来参加这种活动啦。我你卡伊根本无介意，只是歹势讲。今仔日是你生日嘞，足无你面子诶！伊平常时嘛遮尔歹伺候，这讲就爱问，自细汉就毋免食苦，千金大小姐。恁在我面头前批评伊是啥物意思？伊无介意路阳又该安怎？敢讲我介意的，伊就一定爱接受是？恁减讲两句啊啦，因凊彩讲的，你莫生气啦。我倒我会说实话。创啥？好我。歹势，借问九楼一个陈小姐敢转来啊？陈小姐，对，无看到伊呢。无看到。好，多谢。对啊。文琪。你徛后倒摆来哦。我伫阳区附近饭店找袂到你，我真烦恼，所以就徛后倒摆落来找你。我无代志，你转去啦。你看医生哦。医生讲是胃肠炎，食着无清气的物件。是咧，我真是毋知影你遮尔严重，无我绝对袂互你一个人家己开车落山。一定啊！我遮尔严重，你才会相信我讲的话是？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煞去啊！我无想要甲你冤家，我足忝的。我要休困，你转去啦。我陪你去，万一你阁无爽快，要安怎？毋免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食饭饱了后食。啥物拢无。陈小姐，这是今仔日早起恁男朋友摕来的。哦，多谢。你奈无甲我讲？伊讲你破病啊，爱好好休困，叫我莫吵你。陈小姐，你看起来真是有淡薄虚弱，你还是较早去休困啊。多谢。莫去便利商店买面包食品啊，肠胃炎袂当有袂食。我有替你煮糜，食完会记食药。我知影你可能无想要看到我，我就莫吵你，好好休困。需要我的时阵，随时靠我。
23块美金。哦，到这我机票已经买好啊，无真正会收转去澳门。23块嘛是钱，收好。你放心啦，卡叔这客诉讲成吼，新华会照公定的介绍，互你3%的分享。这个一定要好好趁一遍，无真正就白走一撮。你传消息给叶副经理，叶副经理，这几天我的时间无问题，会当配合开会，等你通知。好，老律师，遗书甲其他的资料我拢传好啊，等下去。律师？你要出去哦？Hello， 你是臭女人，你是遗狗啊？哦，唔对，做律师，做遗书，你要创啥？老律师，林小姐，你好，请坐。多谢。来，这是我甲林浩的结婚相片，还有结婚证书，包括伊的遗书。阮确实有一段婚姻，而且佫做伙生活一段时间。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林浩来互我只有卡廷这个查某囝，所以毋管有偌困难，我一定要家己留在我的身躯边。你电话内底讲你无去登记，对，因为林浩走了伤突然，阮未赴去登记。也毋过，阮有办婚礼，我的亲人嘛有参加，因拢会当做证人。婚姻登记已经颁布真侪年啊，就算有公开的婚礼，也是爱去户政机关登记，婚姻才有效力。所以法律上无承认你是阿母，搁较免讲，互你收养因查某囝。敢讲就无其他办法？我一直把卡廷当做我的查某囝伫照顾呢。原来是为着卡廷的监护权哦。遗书写江林浩甲查某囝的监护权，甲婚姻小弟江林家。对，我知影，所以我才想讲找老律师看，敢有其他办法会用甲卡廷的监护权摕过来。这真困难。第一，你甲江林浩无合法婚姻关系；第二，江林浩搁咧遗书写讲监护权是因小弟的，你想要收养江卡廷，实在无简单。安尼拍官司咧，林浩走也是我在照顾卡廷，是我在甲卡廷做伙生活，而且江林家毋是一个好的监护人。卡叔，你感觉江林家生生无适合，又爱有充分的证据，安尼？是要摕什么证据？伊这个人来路不明，在外口欠足侪钱，补真侪一个有诶无诶代志，伊根本无才调用照顾卡廷。伊敢有动手拍囡仔，也是管教囡仔的时阵有无妥当的行为。卡叔对囡仔无伤害行为，法律上是袂黑白取消监护权的。也毋过，囡仔的意思嘛是法官参考的根据。江卡廷伊敢愿意互你收养？若是无愿意，就搁较免讲啊。卡叔，你真是要拍这个官司，争取囡仔的同意是上重要的。若要甲伊拍官司，安尼我敢走会去？敢会因为安尼，互限制出境哈？歹势，叫一个。你哪会伫遮？嘘！哇，张啊，你真正无法度放下呢？阮阿兄的衫拢流咧。江林家，你伫遮创啥啦？你需要偌济预算？1000万就有够啊！马上打电话叫会计，领1000万互你。我靠！敢讲你伫我的身上藏密录器？你无摕公司的钱吼？张啊，
你雄雄这么关心我，我感觉有淡薄无爽快。拜 Q 哈，日本学校我嘛已经找好啊，所以休学办好了后，我就会马上过去。啊，丈夫知影要安怎啦？无你钱向我，咱个人行个人的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